西羅亞池。喺猶大地，每年有3個重要嘅猶太節日，成千上萬嘅猶太信眾會去到喺聖經中提到耶路撒冷嘅大衛城內一個龐大嘅西羅亞池，喺清澈嘅池水入邊沖涼潔淨自己。聖經中嘅西羅亞池係當時猶大國希西家王喺耶路撒冷嘅主要水源。希西家將基訓泉鑿穿嘅水源引入城內，確保耶路撒冷嘅水源唔會被敵人亞述圍困之前而切斷。呢度就係水道嘅盡頭，就係古時利未人將收集到嘅水引到聖殿，將水倒喺祭壇上邊，作為讚美感謝上帝，為將會降臨嘅雨水帶嚟肥沃嘅一年。以賽亞書喺第8章中提示同埋警告猶太人要同入侵嘅亞述妥協，但係佢哋唔聽。聖經記載，這百姓既厭棄西羅亞緩流的水，喜悅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騰的水猛然衝來，就是亞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勢，必漫過一切的水道，漲過兩岸。換句話嚟講，西羅亞池象徵神嘅管治，以色列卻拒絕上帝和平嘅管治安排，神就讓大審判臨到佢哋嘅當中。然而，以色列將會喺異教國家下受苦。今日呢一個嘅池就係呢啲悲慘事件嘅見證啦。而耶穌喺耶路撒冷時，記載咗2個所行嘅神蹟：喺畢士大池醫治咗瘸腿嘅人，喺西羅亞池醫治咗盲眼嘅人。約翰福音第9章話俾我哋知，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古時拉比嘅教導，如果 BB 出世時有嚴重嘅健康缺陷，係因為有人犯咗罪。BB 或者佢個父母，呢啲就係門徒質疑嘅原因。但耶穌話唔係，呢啲嘅缺陷係為咗榮耀神，因為我喺嗰度。佢叫嗰位瞎眼嘅人去西羅亞池清洗，就恢復咗視力啦。睇到呢啲清澈嘅水，神蹟得到結論。耶穌指出佢嘅存在，有佢嘅同在，我哋可以戰勝生命面對嘅一切。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